高雄市啊，继续嘛是台南的消息。台南已经传承3代人，创立超过1甲子的同城导游，讲因是古法制作。 然后市府选为马道林志玲的嫁妆，嘛互米其林的大总铺江锦成指名来使用。也毋过即摆互指控，讲公司为着降低成本，是甲其他的导游大厂买导游来调味，结果来打同城的商标。啊，同城导游是回应讲，因主要也是家己结，但是因为产能不足，才会甲大厂买。啊，这个风味拢经过调整，讲指控的内容。 唔是事实。2019年，林志玲结婚，台南市长黄伟摕送1牛车的嫁妆，其中台南在地传承3代强调古法制作的同城导游，就是嫁妆之一。米其林总铺师江锦成嘛捌指名使用同城导游。 因为即马有人伫野了讲，导游毋是家己做的，是甲万家乡高庆全顶大厂买导游来调味。这个野了民众讲，相片就是其他工厂载导游来同城下会。场域现在还在做扩充，然后做精进。那相对我们目前的产能，认真讲，我们是比较有不足跟匮乏的状态。那当然，我们公司我们还有自己自产的酱汁。 野了人讲，第2代接班了后，师傅一个走了，做不出传统面。这个古法做的导游较干，不过这个过程需要4个月到半年，高工成本嘛真悬。为了降低成本，甲其他大厂买导游底，家己来调味，结果包装卖出去。针对这个讲法，业者讲无这个代志。跟我们的产品线会有比较风味雷同。 当初采用他们的点是希望说，来弥补我们的不足。他们的产品进来到我们内部，我们再去做风味上的调整，不代表说我们自己不酿造。面对野了老牌做的导游开放厂区和媒体翕，希望讲和消费者安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